哎呦，这帮小弟弟啊，就盼着您来。最近挺好的。有新来的吗？哎呦，陈姐，您来的真是时候，今儿正好有个新来的。哎，兄弟，在哪儿呢？那儿，在那儿呢。今儿刚刚来的。陈姐给的见面礼，我不要。 17号，怎么样？满意吧？他就是新来的吗？是啊，今天刚来的，17号。那可是上等货，一看就是新来的，叫他过来。 白日梦是心理学的名词，俗语是比喻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研究发现，白日梦是人本能的放松机制，也就是说，白日梦是健康的、安全的，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，更不必有意抑制。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请同学们向叶博士提问。这位同学，叶博士，我经常梦见有人拿枪追杀我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呢，其实我也做过类似于你这样的梦。我梦到有人在古代拿着一把长剑一直追杀我。其实，这都是根据你在平时的生活中接触的人、遇到的事而产生的。 说白了，这都是你的心理，所以你不需要害怕。接下来，请下一位同学提问。哦，这位女同学吧。叶博士，我经常梦见自己躺在手术台上，自己给自己做手术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看来你应该是一个在学习方面特别努力、特别刻苦的人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请问？ 昨天是不是上了一堂解剖课？那就对了，因为你对你的专业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刻苦，你向往着在你的学习环境中证明你的实力，实践你的专业。这位同学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必然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梦来。不过这位同学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虽然在学习上用功用心那是必然要有的，但是在学习之余， 一定要放松自己，放松你的大脑。来，刘姐，哎呦，陈姐，谢了啊。哎，好好伺候着，慢慢玩啊，玩得尽兴啊。你身上 有一种气质，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有何不同？说什么来着？就是没见过你这种类型的。这小刘可以呀，这店里边居然有你这样的人物，真可谓是镇店之宝了。 姐姐今儿高兴，陪姐姐聊一会儿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是30万。 我不收，我不是。你是嫌这30万少？啊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这是武术啊！我真的并非他们那个样子，我真的不会收。你是厨？这的弟弟们都争着抢着陪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快点拿着呀，姐，好好开导开导你。我不要，真不要。你瞧，你多幸运啊，赚着大笔的钱，还享受美人，他们呀都羡慕你的命运呢。来，来呀！我要，别走！小姐你好，小姐。你好，我叫冯峰。冯峰？啊，我可以叫你小峰吗？嗯。二位，好，谢谢，不客气，谢谢。请慢用。叶博士，您学识渊博，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。请说。佛教上认为世界上有多维宇宙，您觉得是真的吗？佛教认为，宇宙之外有无数个宇宙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跟佛教的多维宇宙理论不谋而合。那会不会有人从这个空间里穿越到另一个空间里呢？这个我没有验证过。不过我对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一直很关注。据我所知，国外很多科学家正在研究黑洞，他们在探究黑洞后面到底是什么。甚至还有科学家认为，黑洞就是通向另一个时空的隧道。那您相信吗？相信时空穿越吗？小峰，你很特别，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，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呢？叶博士，叫我叶家就好了，这样亲切。叶家。叶哥哥，佳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跟我爸刚好到附近吃饭，所以就在这附近了。啊，电话。喂，哦，爸，不用了，你别送我了，没事，你别担心了，我待会儿自己回去吧。我在这儿遇到叶哥哥呢，你也知道，很久没跟他见面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没事，拜拜。叶哥哥，你待会儿一定要带我回去啊！我爸有事先走了，师姐也去送他了，所以待会儿你一定要先送我回去。好。这位小姐是谁啊？哦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佳妮，这位是冯峰，小峰，这是林佳妮。佳妮你好，小峰姐姐好。叶哥哥，那你现在就送我回去吧。好，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小峰，一起走吧。
那我先去车里等你吧。嗯，好。服务员买单。你好，一共消费198。好。给，谢谢。走吧。嗯。小凤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。芳芳，你居然把朕卖到青楼！哼，朕要杀了你！芳芳，你好狠心，你巴不得摆脱朕，对不对？天地之间，朕究竟应该去哪里？李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喝了。怎么了？我要回去。走。李欢，我要回去。哎，小心！你慢点儿。小凤，你先去开门吧。妙芝，来。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快来救朕！妙芝，来救朕！来救朕！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小凤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救朕！我表哥。他发烧了，这样。你现在赶紧去找件衣服，给他把这件湿衣服换下来，然后你去找一条干毛巾，我给他擦一擦。嗯。啊。
家里有感冒药吗？没有。这样，你去把这个毛巾给湿一下，然后给它放在头上。啊。真要回宫，真要回宫。家业，你这淫僧！来了。真要杀了你！给我。哦，给他把被子盖上吧。嗯。小凤，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，让他盖着被子睡一觉，出点汗就会好了。谢谢。这样，我先走了。我送送你。小凤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哥为什么老称自己是朕呢？叶家，我能给你讲一个故事吗？有一个女孩，自己出门去旅游，在到达莲花山大天坑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突然有一股龙卷风把她卷入其中，通过时光隧道，就回到了古代的皇宫中，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皇上的妃子。但是女孩并不开心，因为皇上的几个妃子百般的陷害她。后来女孩得了一种怪病，皇上就将她送到了皇家的家庙去养病。在家庙中，女孩就遇到了一个和尚。那个和尚长得和你一样。在和尚的精心照顾下，女孩的病渐渐就康复了，并且也深深地爱上了和尚。于是这个女孩就给他做了一顿肉素斋，害和尚破了戒。尝尝我做的素斋。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女孩和和尚终于发生了肌肤之亲。后来女孩告诉和尚，自己是从现代穿越到了古代，她很想回家。和尚曾在一本经书上看过有关多维宇宙的记载，他为了能让女孩回到现代，独自一个人去寻找通往现代的通道。芳芳，你在哪儿呢？朕要找你算账。你竟敢把朕卖到妓院！芳芳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就在女孩与和尚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皇上带着御林军也赶到了。皇上用剑刺向了和尚的胸口，女孩似乎听到了和尚骨肉分裂的声音。突然间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皇上跟女孩就一起穿越到了现代。家业，家业，啊，对不起叶家，我叫错了。那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贱女人，
你竟然把我卖到了妓院！你是为了跟他私会吗？你还是想跟他走？我就偏不让那个淫僧得逞。柳枝，你谁啊？精神病院是何地？就和你的皇宫一样，一个正常人去了，都会变疯了、傻了、二逼了。